根據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星期三發布嘅一份更新報告，分析咗偉大美麗法案嘅稅收條款以及特朗普嘅去管制政策、能源政策、關稅收入同預算削減等措施，預測特朗普總統嘅經濟法案及相關政策將會推動經濟增長、創造就業、提高工資並減少國債。但呢一結論同國會預算辦公室 CBO 嘅分析存在分歧。CBO 認為，該法案將會喺未來10年內增加2.8萬億美元嘅聯邦赤字，並對低收入家庭造成不利影響。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Stephen Miran 回應話，CBO 嘅分析未考慮特朗普嘅全面經濟政策。佢強調，強勁嘅經濟增長係幫助低收入家庭嘅最佳方式，並對未來嘅貿易協議持樂觀態度。目前參議院預計將會喺今個星期對該法案進行表決，該法案係咪能夠如期通過，仍然有待觀察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